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5月7日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，我是洪敏珍。先紧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今日国内呢超过46000人确诊，中央宣布明仔开始解除电子围篱，密切接触者定期缩小，学校也取消自本的停课标准。新北市有新的人确诊，拜三烧媒体送急诊，囡仔保保条，今日妈妈本人也过身，确诊者一直增加，台大医学院员工过袂赴啊。高巴首都一间大饭店，拿亲像假书外设爆炸，造成至少22个人死亡，有70多人受伤。今日国内呢有46377个人确诊，11个人死亡。但是中共呢看这确诊的人数继续在咧增加，重症的比例也会继续对咧升起来。指挥中心今日是搁一届宣布讲，从明仔开始袂搁再使用电子围篱，也若密切接触者的定义会改做有带做伙的亲人朋友，甲伫咧宿舍带共间房间的学生。解除隔离的条件呢会放零。居家照护对10天缩低到7天。本土确诊数搁创新高，超过4万人。为减轻医疗量能，指挥中心宣布，搁调整居家隔离对象，为七八透早饭店开始，隔离居家对象敢若限制共大亲友、甲共大宿舍学生。过去共班同学、共办公室密切接触者，全部改做自主应变对象。其他人都不会再开所谓的居隔单，自主应变，包括同班同学也好，或同职场的。也就是讲，未来劳动数确诊，就算位正近，也袂过靠咧居家。依照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继续营运计划，采取自主应变措施。照规定，若属于高风险接触对象，有症状就抗原快筛；无症状而且已经注3剂疫苗，继续工作，健康监测7天；无症状，毋过无完整注疫苗，自我隔离或者是居家办公3天，或者是继续工作，每1到2天都要快筛。那低风险的就是持续工作，好，或者有症状快筛是每1、2天执行抗原快筛至最后接触日满7天。指挥中心也宣布，确诊个案改革条件放零。5月7日以后，确诊者居家照护为10天减少做7天，就自动改革。伫病院集中检疫所定，轻症患者离发病日或者是采检至5天快筛阴性，或者是5天内2摆快筛阴性，应直接改革。中重症住院病人改革改1摆PCR阴性，或者是CT值30，或者是比30较大，就应转出隔离专责病房。策略上，渐渐就要把这个相关要减轻，那这部分可能自己要照顾自己。那轻症的这也是，那整体力量要放在中重症上面。本土5日确诊数搁创新高，有46377个，搁增加11人死亡。到目前，轻症患者有14167人，也是占上济有99.75%。中重症比例随着确诊数增加有提悬的现象，但市中表示，轻症尽可能家己照顾家己，未来防疫政策会放伫中重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教育部也宣布，从明仔开始取消自本停课的规定。明仔开始呢，若班上出现确诊的个案，会缩小课列的范围，嘛无限制讲一定要上线顶的课，互学校会当维持正常上课。疫情严重，几间学校都影响授课，也毋过考虑学校运作能力。教育部宣布，7日起取消现有全校1/3也是10班以上班级有确诊者，也是密切接触者，全校暂停实体课程的规定。基本上，是以确诊个案为一个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考量，包含像授课教师排课程等的这种情况下，那么还是有一个弹性的空间。教育部宣布，7日开始，国小甲幼儿园确诊个案前2天内捌到学校上课，因所属的班级停课3天，佮提供快筛剂。国高中方面，所属班级聚会9强加的同学实施3天防疫假，佮提供快筛。大学部分，学校会当授权教师上课班级出现确诊个案的时阵，实施远期教学到本学期尾。另外，将要到的会考，台中市府宣布。国三学生10日至20暂停实体课程。从5月16号到5月20号改成线上教学，国3生不用到校。
另外，各级学校的社团甲活动，若讲甲确诊个案，伫确诊前2天内，有将喙暗摕落来共同活动15分钟以上，实施3天防疫假，佮提供快筛。虽然新制随之上路，也是互第一线的教育人员真烦恼。在新的规定，等于说他是确诊者，他才会去框他9宫格的同学。那也不管说，这个是不是他之前在其他的地方补习班啊，或是其他的一些社团有没有接触相关确诊者，这样好像比较没有顾虑到这一些啦。校校表示，该以确诊个案为核心进行考虑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减少提出隔离天数甲人员，校校也维持正常上课。不过，对于其他学生来讲，颠倒可能有更加大的风险甲疑虑。不过，目前拢也是会照中央规定来执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礼拜3呢，新北市有一个20几岁有新的人伊确诊，因为发烧烧袂退，紧急送急诊带院来治疗。不过伊的病情发展了有够紧，昨伊规个人昏迷，医疗团队是真拼命伫咧抢救。不过腹肚内囡仔要是保无调，那这位妈妈伫咧今日透早不幸过身。新北市一名确诊20岁有新的妇女，初时拜3发烧送急诊，伫治疗2天了后失去意识，各科医师急救同时进行引散，也毋过胎儿抢救无效。初7拜6透早，妇女也不敌，院方表示，这名妇女有新28周做过1剂新冠疫苗，入院第一时间就予伊对孕妇无害的抗病毒药物，也毋过患者烧袂退，病情快速，最后急救无效。初步研判的一个死因是有这个。可能是有急性肺动脉栓塞，这是一个算怀孕当中的一个急症。那另外当然也有感染这个COVID-19，就是新冠病毒感染。如果孕妇有打过了疫苗，那它会产生所谓的保护力，就是抗体这一类的东西，会经由胎盘给我们的新生儿。那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，到了2个月，有一些还有90%，还高达这个90%的新生儿可能会因为妈妈打过疫苗而有抗体。医师分析，有性妇女感染任何病毒，拢是对胎儿风险较悬，也是建议有性妇女做疫苗。随着确诊数提升，也哪侪囡仔着病。急诊科医师就收到一名囡仔确诊了后出现罕见的怀孕期溶解症，提醒照顾家长也是要注意病情的变化。那在COVID-19 的这个 Omicron 的话，它引起的这个病毒性肌炎的话，事实上也有一些报告。那小朋友的话，有时候他会在临床上出现一些像小腿疼痛那个肢体无力，甚至会有一些棕色尿的一些出现这样子。对这个囡仔着病了后出现罕见症状，指挥中心表示会继续监测，医师提醒，完整做疫苗感染Omicron，才有可能是相对轻症，也毋过绝对袂当将伊当作是感冒来看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即摆呢，伫咧第一线作战的医护人员压力是哪来哪大？台大病院工会就发声明表示讲，护理师即摆爱照顾的病人比去年疫情上介严重的时阵加出2倍到3倍。就算讲因家己确诊啦，或者是讲爱去互隔离，也去互病院要求讲快筛阴性，就爱转来上班，有影就辛苦。居家隔离身份的这些人，如果是快筛阴性的话，是可以提前返工的。人力不够的状况，需要这些居家隔离有一些风险的人回来上班。就算家己伫厝隔离，也毋过只要快筛阴性，就需要回去集中工作，因为疫情一直升悬。大港单日确诊数甲中重症患者拢一直增加，互第一线医护人员真艰苦。一名护理师应该是只要照顾5名确诊病患。4月开始，其实平均每天一个护理师照顾的确诊人数是从7床升到11、12床都有可能。有的医生曾经就是有过从下午一路接病人接到半夜1、2点，中间都没有休息。根据台大急诊的同仁反映，在同一时间呢，有超过10名的医护同仁确诊，但是来诊量呢却是平常的2倍以上。急诊外面搭建的货柜屋，最严重的时候呢，货柜屋的2名护理师必须要负担100名病人的照顾的事宜啊。工会表示，医护人员需要做检体采集抽血，甚至也该替病人走动，也是承担部分病人的情绪压力。若讲即摆制度无改变，有可能会爆发离职潮。也毋过，台大院方澄清，无啥可能有2名护理师爱照顾100人的情况，也无接到急诊反映有需要帮助。还是需要院内进行一些人力的调度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将这个居隔的医护人员是这个工作的需要
来提前召回以这个筛检的方式来适度的进行工作。根据最新的全台医疗资源统计，目前的专接甲负压病床空床率55.8%，指挥中心表示，拢是为了影响未来可能的需求。另外，病院采用液态代价方式，指挥中心表示会参考兼顾风险甲需求层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到即阵呢，也有真侪人买无快筛试剂。总统蔡英文表示讲，估计即个月就会摕到1亿支左右的快筛试剂。伊承诺讲，一定会让这出货的情形愈来愈稳定。指挥中心是讲呢，未来阵若有加出来的量，会考虑加挂一寡互疫情较严重的所在。另外，今日下晡呢，有125万剂的Moderna疫苗送到台湾。提物流送到位的快筛试剂，清点检查，基层药师协助卖新名剂试剂，无用试剂。无论是毋是卖时间，逐工拢民众来问，也个药局无细致，拍唔到进货数量，后排民众是万下连连。疫情中心说我们要分成早中晚，但是我们总量只有78份。那如果说分成早中晚，那么变每个时段卖20几份，我相信一定会造成民众更大的困扰。药师工会表示，目前政府已经调整做2天的货量一摆送，暗过希望呼吁中央应增加配送量，民众免一直排。快筛新名剂上路以来，上北一区逐工拢民众咧排，也真侪人怨叹买无。总统蔡英文话声，这个月有1亿支快筛试剂到货，也计划伫风险悬的800支头增加通路。我知道大家现在对购买快筛试剂感到不方便，政府会持续的增加快筛试剂的供货量。在这个月，我们预计取得1亿剂左右的快筛试剂。供应将会越来越稳定。看起来这5轮的消耗的速度都差不多。换句话说，快筛的需求仍然是非常的急迫。不过也跟大家讲，这不需要说太急了这一般的有症状再采就好。指挥中心表示，目前各地对快筛试剂需求真大，规划继续按照逐工每间药局78份来送。若试剂供货更较稳，有更较济量，就考虑对疫情疫区送更较济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高等环球生意公司采买快筛试剂标案风波还未收煞，虽然讲高等已经宣布放弃标案。不过，国民党团认为讲背后的金主甲民进党有牵连，即是讲卫福部对高等领标甲弃标的讲法，还有时间倒袂起来，要求卫福部长陈时中就要讲好清楚，到底是谁人主动找高等来标案的？是国民党及时挽回以后可能发生的诈骗的。高等环球生意公司采买1700万支快筛试剂，引起争议。国民党团连日炮打中央，针对高等提12亿5000万的采购标案，暗过公司资本也就200万，那也这期是诈骗，佮提出8大疑点，包含环球生意董事长刘辉哲表示5月初3也未领标，暗过卫福部长陈时中说讲高等初是弃标，时间讲袂话。到刘辉哲透露是卫福部主动找高等，那也考试陈时中这是政治干有商业。是陈时中你的朋友介入，还是有党政高层介入，还是有立法委员介入？出来讲清楚、说明白。疫情指挥中心紧急买5270万支的快筛试剂，其中高等得到紧急授权采购1700万支，占比32.3%。外界质疑最后弃标，不过那也怀疑卫福部审查过程太过凊彩，连厂商是毋是有履约能力拢无清楚，要求交出采购的会议记录。行政长苏贞昌宣布，强调政府采购药品真严格，每拢是用开放式合约，厂商若符合资格条件，拢应来讲，无独立特定的厂商。一定的效期，一定要在什么时间以前进口，这都有严谨的规范。高等的金主创鸿公司的负责人林俊辉，伊的亲兄弟陈俊基是民进党党团总调官革命的顾问，那也质疑甲标案有密切关系。林俊辉反驳，甲伊小弟拢无关系。国民党应该积极的赶快找钱，那么我会请高登公司协助他借口这个1700万支，让他知道真正可以赚到多少钱。林俊辉表示，民众需要快筛试剂，那也搁咧黑白讲伤害人，毋是大动作为。不过，国民党团认为标案有重大问题，要求检调、彻底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昨民众党的立委蔡碧如确诊了后，今仔日国民党的立委张万安也确诊。到今呢，已经有5位立委围着啊。因为这会期月底就要结束，朝野已经同意讲，准若无紧急状态，就袂开临时会，即阵会使使用视讯或者是实体方式来进行。不过，国民党团是认为讲有一寡比较较大、较有争议的法案，无适合用视讯来表决。因为我已经知道我 PCR 的结果是阳性。CT 值21。国民党立委张万安确诊，切透过面册直播报平安，表示出现感冒加嗽症状，是不是影响工作？伊表示身体无啥要紧，会按时食药啊，各用视讯工作，和即阵文症袂登去。我也会在隔离期间，透过连线视讯的方式，持续进行立法院质询问政的工作。民进党立委蔡碧如比张万安早一天确诊，疫情休假伫法院，连续2天有立委染疫。立院总共5位立委确诊，国民党、立国党张万安，民进党蔡适兴、임正基，民众党是蔡碧如。照规定，立法院有1/3立委确诊才会休会。这个会期月底就要结束，有关预算案、人事案、重大法案才会等待商讨。不过调有强势倾向不必开临时会。立法院这边已经都有讲过说，就是一些处理的原则嘛。因为我们要改远距或视讯的话，需要经过这个党团协商同意才有办法进行。民进党团主张代替公司法立法，促进转型政治条例落实，国安法加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法，爱伫这个会期处理完，是不是用视讯3读表决？调下拢强势，不过国民党立委认为有政治性的冲突法案并不适用。如果是争议不大的民生法案，那也许问题不大。可是如果具有很高度政治性或冲突性的法案要通过的时候，那用视讯来表决，也许就没有这样子的适合。民进党团表示，会期剩3礼拜，委员会甲议会表决用视讯实体双轨进行。国民党团是话声，立营提出升级沟通，不是透过视讯表决，是要硬通过政治法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即摆呢也传出讲，台南的工厂因为买无快台汽车，结果请员工家己排队去买的情形。因希望讲政府呢会当比较过去买菜暗的模式，统一来定固定配送。今日办公室车人排队的快台汽车只剩一盒，只好请下礼拜一上班的员工靠家己咯。真正是有无多。李长清新伫工业区清销，台南河村工业区逐工进出货人真多。即摆疫情情况，快台需求增加，买无快台汽车，互厂商真头痛。业务或是司机他去送货什么的，对方他会要求你要快筛。目前的话，只能叫员工排啊。业者讲去摆实验室买，就真做甲民众抢不足。不过若透过团体买一支250到300，成本悬，阁无一定买付，就算订到货，到货也要等10天以上。是毋是像恢复2年前，阮口罩方式，因为阮统一甲阮全国工业区的总会订，伊每一个礼拜就依我们的配额就配过来。面对厂商需求，台南市卫生局表示，应透过经济部专案来买。大量使用的话，我们也是建议直接透过经济部的专案，直接跟我们这些快筛的厂商做一个接洽。台南工业区厂商快台汽车欠货，高雄同款有真济工业区。高雄市府表示，原本快台汽车要由业者家己准备，甲进前各工业区讨论防疫 SOP 的时阵，要提醒业者要提前准备充足的快台汽车，来应应厂区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中央宣布呢，5月12日开始，准若快筛阳性，就会认定是确诊。即阵就袂少人惊伊讲，保险公司袂照骗照行，烦恼理赔权益会受影响。金管会主委黄天博今仔日特别强调，一定会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契约的内容来办，无迄种无法度赔的情形。同一个时阵，伊也提醒民众，2年内交保险公司要爱这理赔的证明就会当。即马唔好拢卡伫咧病院要签诊断证明，甲病院留互真正有需要的人。快筛阳性就是确诊，产险业烦恼，恐惊每年800至900亿防疫险理赔风暴。外口风声有产险业者延期启用互保险条款应用，因为保险法规定互保险是禁止的。不过互保险有分善意甲恶意，针对善意互保险者理赔时阵，有缘会当以所保金额按照比例赔偿。不保险是引用在这个
不是人的物体的这种保险上面。我们买的这个防疫保单，它是一个定额的理赔，这种附保险也不适用在这种定额的这种理赔上面。金融法制甲犯罪防治中心董事长肖志尊伫面册铺文，呼吁金管会经调压力，建议引用民法第227之规定，就算是契约成立，也毋过因为代志变更，毋是当事所有了，董事长会当申请法院精简给付，建议予产险业将这契约退还保费。购买者有购买者消费的权益吧，你不能够在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把民法搬出来，我认为是不合理的。政府可以要求保险公司跟保护去废约退费这件事情，绝对不会发生。也请这些散布这些言论的人知所进退。我们一定会要求保险公司依照契约办理。金管会强调，以保险法第65条规定，保险契约请求权有2年的时效，民众唔通即时着急，长期急诊室开证明书，只会压缩医疗量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日的下晡，台湾时间点外，北韩是搁一届试射飞弹。根据南韩军方初步的判断，这届射的飞弹是 SLBM 尖射弹道飞弹。 이번에 발사한 탄도미사일의 비행 거리는 약 470km, 고도는 약 780km로 탐지하였으며 세부 재원은 한미 정보당국이 정밀 분석 중에 있습니다. 根据南韩媒体韩联社的报道，这粒飞弹呢是对新浦附近的海域向东部来射出来，估计呢会落在日本的经济海域范围外。这也是北韩今年第15届进行武力示威。 离南韩下一任总统尹锡悦就职仅打剩3天，日本官方除了表达强烈的谴责，公无法度接受以外，也搁一再强调会加强国家安全，加强保护国家安全的能力。 来关心讲，古巴呢首都哈瓦那当地车站有一间大饭店，那亲像是讲假死捞出来全爆炸，至少22个人死亡，超过70人受伤，也有真侪人掉伫咧内面，即嘛无法度掌握。这救援人员是继续伫咧抢救。 黄色的烟尘向街路拖去，加来往汽车的视野熊熊大条的，驾驶开始吹喇叭，也是逃出车外。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市中心，一间5星级的饭店——萨拉托加饭店，在当地车落，熊熊发生爆炸，造成死伤将近100个人。 que los cristales empiezan a rajarse y a caer y de momento una nube blanca de polvo que sí pude ver las personas gritando, las personas, el humo saliendo, los desastres, fue una película de terror. 这个事故发生伫真有历史的哈瓦那旧社区，事发饭店有100年的历史，因为饭店内部大力整理，准备要伫个车站重新开放，所以无营业，只有工人甲职员伫饭店内底。 这爆炸无影响到附近一间学校，因为当时有300多名学生在学校内，造成真侪囡仔死伤。Del total de los lesionados, 15 fueron niños y hasta ahora se identifica uno fallecido. Rectifico, 3 se encuentran en estado crítico, 2 en estado grave y 9 se mantienen de cuidado. 今日饭店员工甲学生的亲友紧急赶去病院等待消息。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奈嘛去病院探望病人。经过初步调查，有都邦师傅凭着驾驶笔到供应商的卡车检查驾驶，发现送驾驶的管道有漏空，才发生事故。因为无清楚有偌侪人受困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嘛一直咧搜救，正确的死伤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。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。明仔载天气变化啥款，带观众朋友到店来去看气象资料。 先来看，伫咧北部温度上低22度，上悬27度；伫咧中部温度上低22度，上悬30度；伫咧南部温度22度到31度；伫东部21度到27度。 伫咧金门、澎湖、马祖21度到26度，
这几年内，哪来哪侪人加入爬树仔这项运动，不过要训练到会当做爬树仔的朴树朴，唔是遐尔简单。国内有考到证照的，才31个人。下暝7点半，邀请观众朋友到店来去看《青春咱的梦》节目，带大家对树顶看世界。感谢恁的收看，我是敏珍，明仔载同这个时间，咱再会。